地婚礼的采访报道。感谢上路准邀个蔡香伦蔡老师，早期北港朝天宫妈祖了境了后，叫班会破获组织艺电团体，拢会为家己破获妈祖来接受做生日咯。破获就亲像是现在的职业工会。今仔日会场的团圆妈祖，早期是北港做豆干、做豆腐、豆制品破获红晒的妈祖，金金顺豆干妈。蔡香伦老师的家族就是豆干铺的成员。咱要继续来了解本地过路仪式是安怎来演变成做。今仔的工艺展览，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成员也选好豆干铺的团圆妈来禀告，要请伊去到我苏海宴的会场。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中秋节进前，会办108道的我苏海宴来敬献予北港朝天宫金金顺的团圆妈。不过，这108道出的不是料理，拢是台湾各地的工艺师准备因上好的工艺作品。除了着咱敬神的这个贡品之外，咱阁有看道的部分，然后艺道的部分。所以咱的这个艺术品每一个老师互伊一道去传伊的艺术品，做算讲敬神嘛是展览。拄好之前看到一寡迄个介绍，我较了解讲哦，原来这是因为看到这个元素去扭出来，甲放大，变成一个工艺展览。伊内底吼有各式各样工艺老师的作品安尼，这足传统的物件安尼，我感觉这献给妈祖，我感觉足有意义的。北港较早各行各业拢有家己的破号，就亲像是现代的职业工会。每当妈祖绕境结束，大家破号桥班会或者是家庭团体，拢会举办过路仪式，来办明年新的路主。完成了后，再过来举办五四海宴替妈祖祝寿。这场五四海宴要祝寿的团圆妈，就是原地北港金金村豆干铺红晒的豆干妈。豆干铺做的人少啊，所以阮你怎都要有这个工艺展览。我想都要用这个工艺展览来加入这个。咱豆干铺变讲，互这豆干铺伊的这个严格会使继续落去，所以阮的名阮嘛无改，伊就是北港朝天宫豆干铺金金顺。迄当阵伊嘛有感觉做无清晰，讲啊无就互咱这个工艺师吼，换来互咱工艺师这个会来挂炉煮好无，啊妈祖本嘛有同意，所以就变做讲团圆妈讲豆干铺妈祖就变成咱团圆妈祖。办108道，其中72道是传统工艺，36道是创新工艺。工艺作品各按照辈分来排。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讲，五四海宴维持传统，但是嘛爱用创新的方式来进步。唔那是延续传统，嘛希望互大家继续进步。嘿，一种肯定嘛，一种荣幸。安怎讲啊？因为我会感觉我的作品会当伫遮来展，然后大家人欣赏了后，大家人讨论，会当看互咱的物件，佮更加进步。当年咱艺术就是摊出来每一道菜，就是都带来较劲，来去拼我们的手路手艺安尼。咱会当来互相的交流，交参考因的意见，然后买当讲会当学习因的工艺的做法。在法师的带领之下，跋炉主的仪式伫团圆妈的面前来进行。协会表示，新的炉主跋出来了后，过路的仪式才拄完成一半。新的炉主来问妈祖婆，讲看伊什么时阵要去新炉主因兜，算讲做客就对啊。跋好时间了后，迄天请妈祖去因兜安坐，才开始整个完整的一个过路的行程安尼。协会讲，因为信仰互大家活做伙，因为感谢妈祖的保庇，才用五四海的山产海产来敬献妈祖。团圆妈的五四海的高达举办在一届，除了传统敬献的菜式，嘛希望来自五四海的工艺师会当做伙来延续传统的工艺文化。记者林慧婷婚礼报道。今年拄好嘛是北港朝天宫330周年妈祖的主比稿。